乡亲朋友，大家好！又到好好运动的时间，我是联兴国际医院运动医学中心物理治疗师李淑芳。今天老大家共下来运动的有林正刚物理治疗师，以及高景荣老师，是我们的 Niki 老师。准备好吗？也好，来做运动咯。运动以前，你先来做暖身操。好，开始呢，从因为跑步一样哈，让两张鼠标啊，我们身体的两侧，好，从爱用呢放在两侧。好，等一下走的运动是鼠往前摆，对，90度，好，勾往后，一样90度哈，然后这样慢慢呢往前后摆，对，很好，勾了一边哦，好，对，90度。好，放轻松，然后脚也强容后来把左脚开起来，对，整脚一样90度哈。然后我们现在鼠和脚强好了，走一边哦哈。好，来开始哦，右手，好，一起，听等老师强好了走。好，那速度不是按加，走得慢慢的走。好，那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要注意哦，一定要保持你的平衡。注意安全哦。如果说你的脚看起按够，你可以把它放矮一点，放矮一点也可以。好，那鼠一样可以的话是请留，让它摆荡的比较大一点点还常常寸都好，还有不对哦，很好。好，或者是呢，如果你好快了你可以像我一样，速度好慢的哦，只要原地踏步也可以哦。我们走到我们的暖身。好，你感觉你的身体越来越热了没有？好，有的话呢，我们慢慢的休息一下把两只脚呢打开。先从左边开始。好，吸一口气，吐气的时候呢，七条溜溜的往下弯。好，在这个地方呢，把我们的脚鼻内侧的肌肉慢慢的拉一下。好，在这边停留3秒钟。1、2、3。好，吸一口气，吐气的时候回来整片。好，我们现在呢往左边来好，一样7条微弯。好，我们拉的是整脚的内侧。好，在这个地方一样来停留个3秒钟。1、2、3。好，吸一口气，吐气的时候回来。狗走一边哦，来吸，好走。好，溜溜的觉得我们的内侧好镜头来到有滴滴的痕痕。好，再回来正中央。好，左边来，很好，吸气，吐气。好，用鼻子吸。好，嘴巴吐。动后好，回来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前推的动作来，整脚吹起弓箭步。好，吸一口气，吐气的时候数。抬起来，对，好，来吸气，吐气，表下来。好，勾了一边哦，吸，吐气往上，很好。好，我们吸一口气，再往上拉，向后背，给我拉一下，对，很好哦，加油。好，吸一口气，吐气，数慢慢的表下来。你往左边勾了一边来吸气。吐气的时候，左边弓箭步。好，来吸气，吐气往上，对，数往天花板的方向拉。好，吸一口气，吐气下来。好，我们要做更厉害的来吸气，吐气往上。好，吸一口气，吐气，还不能够往后面，加油。好，吸气。吐气，给我慢慢的下来。好，勾了一边，吸，吐，很好哦。
好，吸气，吐气下来。有感觉身体热起来吗？我们准备来走人头喽。好，听的老师强下来走人头。首先呢，你要叫整脚先打开，嘿，然后让整脚的脚尖往右前方，对，然后这时候呢，让我们的身体呢，慢慢的转啊走整片，对，然后呢，手慢慢的打开，好，这时候手可以跟 Annie 的肩膀一样高哈。好，来吸一口气，吐气的时候呢，让手对往天拉档的方向靠拢。好，来吸气，吐气的时候呢，整脚的膝头溜个弯下来。好，再来一次吸气，吐气回来，平下来，手平下来，再回来。好，做得吗？你过来走一遍哈。好，来把整脚脚尖往右边，往右边，来吸气，吐气，身体转过来整边。好，来吸，慢慢的让手卡起来。好，来吸气，往上。好，膝头板。好，再来出力哦，吸气，吐气，慢慢的往，你的拇指可以往天花板靠。你背弄可以往后溜个往后弯。好，来吸口气，吐气回正。好，手给平下来，身体给转过来，做得吗？好，如果说因为感觉也紧和轻的话，不要勉强哈。你过来走一遍。好，来整脚转向右边。好，身体转过来。好，让那骨盘绕整片哈，是平的哈。好，来吸气，吐气，手卡起来。好，来吸，吐，手在天花板。好，来吸气，吐气往后，拇指可以看到天花板。好，在这边停留3秒钟，1、2、3。好，来吸一口气，吐气，手平下来。好，身体转过来。好，整脚收回来。做得吗？你也往左边给我走一遍哈。好，来吸气，吐气，左脚扛出来。好，左脚往左边的方向哈。好，来吸气，吐气，身体转过来。好，吸一口气，吐气，手打开来，很好，来吸，吐气，手对，往天花板方向伸。好，我们吸一口气，吐气往后，拇指可以稍微往天花板方向来提放开。好，来吸气，吐气，手平下来。好，身体转正。好，脚回来。你过来走一遍哦，哈。好，来吸气，左边开始，好，吸，吐气，左脚扛出来，对，脚尖往左边。好，身体转过来。好，骨盆要平。好，来吸气，好，手撑起来。好，来往天花板方向。好，吸一口气，吐气往后背，背弄弯。好，感觉我们的身体前侧筋膜是被拉得很紧的。好，来吸口气，吐气回来，手慢慢的平下来，身体转正。OK， 脚给我收回来。你过来走一遍了哈。好，来吸气，吐气，整脚扛出去。脚尖朝前面，身体转过整片。好，来吸气，吐气，慢慢的手打开。好，来往天花板方向。好，慢慢的往后仰。好，膝头可以微弯。好，来吸一口气，吐气，手平下来。好，身体回正。好，往左偏。好，来吸，吐气，左脚扛出去，脚尖往左偏。很好，身体转过来。
好，吸一口气，吐气，手打开来。好，再往天花板。好，来往后仰，6个。对，很好。吸一口气，吐气，数，慢慢的表下来。好，身体回来。好，再回正。好，接下来你要走另外一个动作哈，老脚一样，整脚先扛出去，好胸容，脚尖还是向着整片。然后这时候吸一口气，吐气的时候，慢慢的手打开来。好，你要走的动作是，从你手会寸出去，对，从你的面到墙壁的动作。好，这时候身体的重心在哪里？在你的整脚。好，吸气，吐气回来。好，脚顺转来。我们现在换走偏开始，好，来吸气，吐气的时候走脚卡出去，一样走脚脚尖伸向走偏，好，来数打开来。好，来吸一口气，吐气，对，走脚出力，重心是走偏。好，来吸气。吐气，再回来，好，脚骨顺转来。接下来我们要把这个动作再走滴滴的变化哈，走在整脚扛出去。好，一样脚尖向整片。好，起头6个弯。好，慢慢的让手打开来。好，这时候你走在重音拜拜的姿势有吗？好，然后肩头两张手掌碰在一起。好，在这个姿势之下呢，整熟耸叶走熟，走熟耸叶整熟。可是呢，互相出力，可是我们的动作都没有变哈。好，来在这边，1、2、3。好，来吸一口气，吐气，手打开来。好，脚顺气。好，再慢慢的收回来，走偏勾走一边哦。好，来吸气。吐气，走脚扛出去，七头6个弯。好，手慢慢的卡起来。好，我们左右手互推，对，出力咯。再来，嘿，要出力哦，哈，对，很好。左右手互推，嘿，用手耸来耸去，哈，好，来，吸一口气。吐气，手打开来。好，来脚顺气。好，左脚再回来。好，另外呢，我们要伸展身体那个交叉的那个筋膜，哈，用半走嘞，然后把左脚顺出去。好，来手慢慢的顺出来。好，吸一口气，吐气的时候向你的左偏。对。这时候慢慢的转过来，好，在这边停留一下。好，吸一口气，吐气再回来。好，让你脚收回来，手表下来，走对吗？你过来走一遍哈。好，来吸一口气，吐气，走脚扛出去，好，手伸出来，很好。来吸气，吐气，转过来走偏。好，停留。很好，来吸气，吐气，给回来，走脚回来。好，平常是你左右两边都可以交替的做，两边的筋膜是都在伸展了哈。今天的运动就到这里了，希望大家会冲走运动，用身体是为健康哦。